没什么好解释的，今天谁都不许走！你们这伙人，简直是非不分，不可理喻！大傻！看你们是普通百姓，我才不还手的！不要逼我！石头，慢着！三娘，你再多给我3天时间，我一定查出凶手，给你们一个交代。那好，我就等你查出凶手的下落，洗清嫌疑，我再放他出来。不可能，小凡不可能杀害老村长。你与魔教素有勾结，就算不是你亲自动的手，想必也是你与魔教暗通消息，所以魔教妖人才来到此地，逼问老村长玄火箭下落未果，恼羞成怒之下，便动手杀了他。李勋，你是不是想太多了？你把前后补充的这么详细，是不是你自己就想这么做？李勋，无依无据，不可信口雌黄。陆侍卫，你不要再被他蒙蔽了。什么叫看不清样子的神秘人？这些说辞，唬唬那些村民也就罢了。依我看，分明就是他与魔教勾结，所以才会出。不可能，我师弟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，我相信他。三娘，这个凶手潜入小池镇，杀了老村长，他想对付的不仅是我们，还有小池镇所有的人。我们小池镇数百年来太平无事，若不是你们来，何以招此祸患？我也觉得凶手不是你，不过凶手只怕与你们也脱不了干系。我不希望小池镇的人再出事，今天晚上你们就离开小池镇，否则连我也无法保证你们的安全。多谢三娘，我马上就离开。爹安我命，先顺着三娘的意思吧，在暗中调查。村长的事情，不是我相信你，你已经不再是七脉会武时的张小凡了。谢谢。你说的神秘人，到底是谁？要尽快查清楚，还老村长一个公道。小凡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昨日上午，在花田的时候，他曾经出现过。当天晚上，老村长就死了。我在追神秘人的时候，碰上了碧瑶。碧瑶，你的伤是碧瑶打的？果然如此，我早料到会是这样。鬼王宗大费周章夺取玄火箭，未得手岂会善罢甘休？你与那魔教妖女里外勾结，一个明追查探，一个暗抢杀人，是还是不是？小凡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凶手到底是不是碧瑶？他是之后才来的。碧瑶不会杀害村长，他绝对不是滥杀无辜之人。笑话！一个魔教妖女，你竟然说她不会杀人？依我看，你就是被那妖女迷惑，所以才跟她通风报信。我没有。杀害村长的是与碧瑶同行的神秘人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处处包庇那妖女，你可真是青云门的好弟子。够了！事情没弄清楚之前，我们不可自乱阵脚。那你说我们怎么办？先去村长家，查查有没有凶手留下的蛛丝马迹。昨夜实在太危险了，以后不要再贸然行动了。那张小凡，也不知道伤势如何。你对他心生怜悯，可他对那老村长下手之时，却是极其狠毒的。他为什么要杀村长呢？他们青云弟子，口口声声自诩正道，却比他们口中所称的魔教还要狠毒。
奸诈狡猾，心狠手辣，只将人赶尽杀绝。他与那老村长一言不合，便痛下杀手。可是我看那张小凡，并不像是狠毒之人，而且我与他交手的时候，他并未还手啊。他对你有所图谋，自然不会对你下手。对我图谋，什么意思啊？算了，有些事情还是忘记的好，想起来了，徒增伤感。你是说，我和他曾经认识？当然，他那么对你，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？我见到他，总是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但是我和他之间发生过什么，我完全不记得。你告诉我，我们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事？也罢，让你知道也许更好，免得你再被他所骗。他曾经利用你的感情，离间你和鬼王的关系，又一路挟持你作为人质，在避火天冰湖的时候令你受伤，并将你劫持到了于都。那个时候，我正好也在于都，为了救你，跟张小凡等人对峙，可惜寡不敌众。后来，我一路追到定海山庄，趁着他们跟玉阳子抢夺天书之际，才趁乱将你抢了回来，送回来胡岐山。只是，你被他劫持太久了，又受了重伤，失去了从前的记忆。这根本不像我，我怎么会这么轻信一个青云门弟子呢？方才，你只因他对你留了一手，便动了恻隐之心。他若是存心骗你，你又怎会不为所动？那张小凡装出一副善良面孔，声称要与鬼王宗化解仇怨，花言巧语，骗取了你的信任和感情。他表面上帮你抢天书，实则是将你作为人质，要挟鬼王。期间，你发现了他的欺骗，与他争执，他动手夺了你的伤心花，还打伤了你。碧瑶，你这一路上所有的苦，都是他带给你的。不可能，我怎么会蠢到如此被人利用？我不信。你若不信，可与他当面对质。先前，我是担心你忘了从前的事情，再次对他心软，才避免你与他接触。你难道一点都不记得了？那是在空桑山上，你冒险去救他，替他疗伤，可他呢，为了躲避毒神，竟将你推下了山崖。碧瑶，这些事情，我本来不想告诉你，但是我怕你再次被他欺骗。为了你自尽，为了门派，你绝不能再被他所骗了。碧瑶，碧瑶，你怎么了？我不会再被他欺骗。如果再让我遇到他，我会亲手杀了他。三娘说，你将老村长收敛入土，这么急着入殓，实在蹊跷。是狐狸的毛。追拿六尾的时候，我曾经见过它的狐身，只是毛色不一样。难道是狐妖杀了老村长？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蝴蝶花？为什么老村长的尸体这么快入殓？碧瑶是来找玄火剑的，应该与此没有关系。那村长这些话，难道是为了掩盖什么？
种花是为了掩盖他们身上的妖气，恐怕整个镇上都是妖。小凡，找了你们半天，居然在这儿。曾叔叔被那个白衣女妖怪抓走了，不知道去了哪儿。这是狐狸，怎么回事？这不是村长家后院吗？我怀疑这镇上有狐妖，而且这只狐狸可能就是老村长。我说呢，原来传闻全是真的。什么传闻啊？在很久以前我就听说过，在这个大漠中存在着一个非常危险的村子，村子里住的全是妖怪，而且这个村子的位置非常隐蔽，从来没有被人发现过。没想到，竟然是这小石镇。那个老板娘应该也是妖怪吧？我说呢，举手投足之间，透着那么一股妖气。不如咱们先把她绑了，问个清楚再说。不行，现在只是初步的怀疑，还没有证据表明三娘和其他的村民在害人。连曾叔叔都被妖怪抓走了，还要什么证据啊？这小池镇，分明就是妖怪的藏身之地。或许偷玄火剑的妖怪就在这附近。不管他是谁，我一定要把他逼出来。现在他们手上有2个人质，我们不要轻举妄动，救人要紧。没错，而且我们答应了三娘先离开，我们先走，不要打草惊蛇。曾叔叔应变能力很强，暂时应该不会有事的。终于醒了。小环，小环，这哪儿啊？你都睡了好几个时辰了，这里是黑石洞。黑石洞？咱们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三娘就是劫走你的那个女贼，对不对？可是，她为什么要劫走我们2个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你别大惊小怪的行不行？一惊一乍的，大男人的胆子那么小。你知道我怕黑吗？好吧，别怕。那个妖怪啊，他一会儿就复原了。这妖怪复原了，一点都不可怕。哎，不行，咱们一会儿过去跟他聊聊天。跟妖怪聊天？凭什么呀？这倒霉事全摊我身上了。走吧，走。嘿，离近点儿，胆小鬼，去。你是谁啊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少年郎，你来做什么？我当然是被绑来的。你呢？你是不是受伤了？我中了9年寒冰刺的寒冰之毒，日日受奇寒之力所侵蚀，寒毒发作，便如万箭穿心，全身发冷，难以遏制。九寒凝冰刺，那不是焚香谷的法宝吗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就是那个为小凡疗伤，然后在湖西山又被他所救的6尾狐妖，对吧？张小凡也来了，我与他还真是有缘。有缘个鬼啊！合着说来说去，这玄火剑是你偷的？哎，不是他，是他恋人，三尾姐姐就是三娘。我明白了，三娘为了去除你体内的寒气，所以偷了世间至阳的玄火剑，对吧？我也不愿让他铤而走险，奈何他却一意孤行。我这1000年的道行根基，已经被这九寒凝冰刺的冰毒一点一滴的破坏了。如今我也性命难保，他这么做都是为了救我。那他为了救你，就可以什么都不管不顾吗？他把小环抓过来，是不是就为了用它做玄火剑的祭品？我说的对不对？我会劝他不要这么做的。你得了吧！你自己发作的时候，你都控制不了自己，还能拦得了他？我告诉你，人妖殊途，咱们就此别过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小环，我带你走。
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完了，我们俩不会跟他一样一辈子被困在这儿吧？想必他是喝下了三娘娘的果酒，这种酒既能抑制妖气，又可以同时抑制你们的修为。小凡和雪琪也喝了这种酒，他们不会也中毒了吧？放心，这酒只是抑制你们的修为，并非是毒。你慢慢运功调息，药性也会慢慢减退的。小凡哥哥和雪琪姐姐才不会像你那么笨呢，他们不会有事的。也是，我们家青青雪琪那么厉害，她一定能看出来三娘有问题。你看，你快想想办法，你快制止他！快想想办法，他又要发作了。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啊？又不是我让他发作的。啊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快！我先运功试一下啊！快点！掳走曾叔叔和小环姑娘的应该是同一个狐妖，而这方圆数百里只有那小池镇有狐妖出没。既然全部都是妖，我们应该尽快下手，省得那些狐妖再出来害人。不错，我看那些村民都听三娘的，她一定知情。不如先把她抓回来，否则一旦被她逃脱，玄火剑只怕再也找不回来了。不行，不能直面跟他们冲突。若真如你所言，叔叔跟小环在他们手中，万一他们恼羞成怒了，那二人性命就不保了。不能轻举妄动。晚上我先把石头救出来，然后再打探三娘的消息。不行，你孤身一人去实在太危险了。我常年行走大漠，为保平安，身上便常常带着这种镇妖伞。他们不都是喝满月井的水吗？我们可以在井中下毒。我怕这个药力太强，会伤及无辜。放心，这种迷药只对妖有效，人喝了没事儿，而且不会伤及性命，只是让他们暂时失去行动能力而已。这样，我们既可以顺利救出石头，还可以向三娘问出曾叔叔的下落。师姐，您先在此地观察，我去满月井。好。幸好我的神木咒法可以平息猛兽之力。哎呀，累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你不会帮他呢。他受了这么重的伤，又被困在这个鬼地方，其实也挺可怜的。宝器谱上记载着，九寒凝冰刺，蕴含着这个世上最强的冰寒之力，唯有使用玄火剑，才能镇压他体内经脉里游走的寒气。哦，原来这个玄火剑是这么使用的啊！在这黑石洞里这么灼热，想必也是中和寒气之用吧。这玄火剑不愧是焚香谷的镇牌之宝啊！哎，这玄火剑能为你疗伤，哎，那你的伤是不是很快就会好啦？哎，对啊，按道理说玄火剑可以压制你体内的寒气，可为什么你会发狂呢？难道是因为心魔？什么是心魔啊？你说你寒气发作无法遏制，是因为你怕你自己被心魔所控，所以把自己关在这黑石洞里面，用铁镣铐着，以免伤人伤己，对吧？青云弟子果然厉害。世间万物生死有命，谢谢你们刚才帮我，你们俩都是心地善良之辈。待三娘回来，我会劝她放你们离开。得了吧，等三娘回来，我们早就被烤熟了。我的法力有限啊，就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我们先告辞了。想要解救他，关键是要解除他心中的心魔，我们无能为力的。先出去找到小凡再说，走吧。
卑小人，我杀了你！碧瑶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杀害村长，朝京里下毒，你们正道弟子果然虚伪狡诈，歹毒非常。我不是你是谁？还想狡辩？拿命来！碧瑶，你怎么又对他留手？邵新华，别去了，他们人手比我们多，而且已经对小池镇村民下手了，我们只需要稍作等候，静观其变就是。半个时辰之前，这封存记忆的瓶子便颤动不休。兴许是碧瑶回忆起了什么。自有这法术以来，这还是第一次使用，没想到居然是用在我自己的女儿身上。依我之见，还是将碧瑶接回来吧。就怕她意志力太强，这瓶子出现碎裂，对碧瑶有害无益。若真到此地步，便不该再禁锢她的记忆了。师姐，发生什么了？这么慌张？李寻他们呢？他们潜回镇子里了。落叶施法去救石头，李寻去找玄火剑。你是不是碰到碧瑶了？师姐，我们一路以来一直在寻找小欢和玄火剑，但是恐怕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你是说，鬼王宗一直在暗算咱们？那碧瑶呢？为何没跟你在一起？他好像不认识我了。你说什么？他忘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也不知道。老村长被杀，叔叔失踪了。不好，师姐，咱们快回小石镇。
们果然是妖，是你们下的毒。你在酒里下了毒。你们给我下毒，我给你们下毒，好公平不是吗？是你把叔叔和小环抓走了，我早该猜到是你。是又怎样？我并未毒害他们的性命，可是你们却要这样苦苦相逼。三娘，我知道你不是坏人，只要你把他们交出来，我们绝对不会伤你。你们毒害我的族人，我今天要与你们同归于尽！三娘，快给我解药！休想！青云弟子大战狐妖，真是精彩。你到底是谁？哼！我师姐呢？你还是先照顾好你自己吧。就知道你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们跟你无冤无仇，为什么要算计我们？哼！你居然到现在还没有认出我！哼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就是那个蒙面马贼头！哈哈哈哈哈！你们名门正派的弟子果然是太好骗了。我平生最恨的就是你们这些修仙门派的弟子。说实话，之前我也一心想入正道，可是你们这些正派瞧不起我，说我心术不正，邪门歪道，不配修仙。哈哈哈哈！可是现在看来，这些名门正派也不过如此。像你这样的青云弟子，不也是2次落在我手上啊？哼！所以，我现在要把你们的修为全部吸干净，再把你们全都杀光。你别得意的太早了。哼！还有你三娘，你虽然不是我憎恨的修仙弟子，不过能够幻化出人形的狐族，想必也有个几百年的修行。攻我力量的沙魁，让张小凡给杀了，那就先用你来抵数。你要是敢稀释我族人的修为，我就是死也不会放过你的。我就没打算让你放过。听说你有3条尾巴，修为比他们都高，那就先从你开始。也许我吸饱了，就不用再动你的族人了。住手！放开他！放开他！放了他！表，你要相信我的安排。看，这不就一网打尽了吗？先把这妖狐带出去，我有话要跟张小凡说。表，不要节外生枝。我自有分寸。你们之间的事情，
我不是已经跟你说清楚了吗？难道你还是不相信我？眼见为实，他什么为人我已经很清楚了。那还有什么好说的？碧瑶，这个张小凡非常狡诈，我担心你再次置自己于险境。他现在这个样子，还能把我怎么样啊？碧瑶，别说了，我自有分寸。带上三娘，跟我走。秦公子，您交代我的事儿，我可都办妥了。您看，怎么，答应你的事还怕我反悔？哦，没有，公子必是言出必行。行了，先把三娘关好，自己去镇上挑几个妖怪，吸食他们的内丹去吧。好，多谢公子。公子，张小凡那小子甚是狡猾，碧瑶小姐又年轻，他一时分不清张小凡那个小子的真面目。怕再辜负了您的一番心意。不如这样，我先帮你除了他，以免夜长梦多。不必了，我自会让碧瑶亲手杀了他，无需你动手。公子神机妙算，小人多嘴了。对了，你终究只是个凡人，不可一次吸食太多，否则太贪心，定会撑爆你自己。啊，多谢公子提醒，小的必定会慢慢分食，绝不贪心。是碧瑶，谁把你变成这样的？我们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事？我失忆都是你害的。在碧果天冰湖，在于都城，你居然敢欺骗我，利用我对付我爹！我知道了，一定是有人抹去了你的记忆，所以你才记不得。我根本就不愿意想起，知道自己当时对你那么好，我甚至痛恨那时的自己。之前的事情，你都不记得了。不记得也好，这样你就可以活得高高兴兴，回到鬼王宗，回到你爹的身旁。我们必须马上去找玄火剑，否则迟则有变。碧瑶，杀了他，你就不会再痛苦了，也不会再被他所伤害。今日你不杀他，来日他必会害死你，还有你爹。杀了他，碧瑶，杀了他，杀了他。
必要杀了他，必要杀了他，必要杀了他，杀了他，必要杀了他。你不杀他，来日他就会杀我们。小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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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张小凡，你醒了？没事吧？没事。三娘跟李寻呢？李寻被单独押着，他们好像正在问三娘玄火剑的去处。他没有找到玄火剑，是不会杀了三娘的。你的伤是碧瑶打的？是啊，他已经把之前的事情都忘了。现在秦无言在他身边，我们一时半会儿很难从他身上找到突破口。现在只能靠我们自己逃出这里了。若是恢复法力，逃出去也不难。我们中了三娘的毒，她一定有解药。等见到三娘，我想方设法引开秦无言的注意，你赶紧逃出去，能走一个是一个。师姐，你忘了，我们还有一个人。石头。那些妖怪中了毒，我想石头应该已经逃掉了。还有叔叔，他向来聪明机灵，我想他肯定也会来救我们。但是他现在都没有赶来，有可能被困住了。小环，你相信我最后一次，这一次我肯定把你带出去。这条路我已经走了很多遍了，走不出去的。不可能，这个世上就没有能困住我曾叔叔的事。我这回要是还不能把你……你看吧，我就说走不出去吧。你现在带我出去啊？那你让我怎么办？困死在这儿？这没吃的也没喝的，说不定三娘把我们困在这里，就是为了给六尾当食物的。给你们送食物来了。你是谁啊？别紧张，我给六尾大哥送药来的，顺便给你们送饭。六尾大哥，你也是狐妖啊？错，我们是天狐族，是狐仙。这是我司里求的丹药，大哥，你觉得好些了吗？是好了些，你辛苦了。我这病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，你以后就不要特地费力的帮我找药了。小七，你也长大了，镇里还有好多事情需要你帮忙。哦，对了，大哥，小凡哥哥也来这里了，好像住在三嫂的客栈里。我已经知道了。六尾大哥是六尾，三娘姐姐是三尾，那小七，你17位妖狐了。对啊，不过我的尾巴已经没有了。